大观园内某地方，却竟同于师傅上。前方无人东流水，红绿都是太凄凉。永宁府个这大观园，天下分明。据说任何人得知理想，才会得觉着神清气爽，烦恼随消。嘿，但是今朝偏偏有这样子一个人，身临其境，身入其中，却都是了让闷闷不乐。啥人呢？家父来他军身旁边个贴身斗的叫有阳，今年19岁，聪明伶俐，温文多章，来他军顶顶安势里。我自家个的死亡来赶不离去过。有阳，非得了让屋头当中抢得起东面这头，谁是了让东家面啦？你也讲得那闲话？根本没好咯。嘿，就是家父个头了要家书，偏偏看中之内有阳，一心要努力守住偏房。昨日关照自家高三尹夫人，但那有阳门前当面说清，个有阳听见之后啊，个头了呀，57岁啊，为了他写了么了，所以撇开为的。尹夫人呢，就去穿得有阳的阿哥瓦萨来做食客，那是有阳的里头大草一场，弄得了不欢而散。今朝是本个中秋，现在是黄昏时分，家父常常下热闹非为张灯结彩，准备过节。老太君呢，关照有阳，等我到花园里向去采几枝桂花，夜里花瓶里擦擦，可以供奉上午仙子。所以有阳奴师傅记得么，是忙成花园而来。有阳，一路追么一路心里的让我说，想想都来要个张司机肯定不会手把狗血。尹夫人为了违背礼遇，自家的阿哥啊三也是穿衣服饰，我哪弄法呢？我也想过啊，要么那个张司机赶走来他军，让来他军为我做主。再想哪来事哦？一都来要是来他军的儿子，娘不为侬儿子呢哈。两来他军年纪大着呀，万一70万倍遇上3长2短，我哪对得起你来娘个？唉，所以现在有样面对当子的节目，这两部路越追越美。嘿嘿，谁了那前头呀？遇着老人风，刚3大半月来好一个人，啥人呢？家说个啥老流氓。昨日关照家主带来门前说清把你撇开外头，家说气哦。今朝过在娘面浪向个9分几钟，一个子到院子里向来散散心。远远家看见到有阳郎追过来，不知哪位看见到个有阳，心里想叫也是爱也是恨。爱的啥？三姑娘年纪轻，面孔标致，身材也是好。定定眼睛么喏，两个的死亡在胳膊里骨，个中部的也是啊，在里个水里向。自个努力踏过来时，正是为叫生财两得。那么恨的啥呢？三娘脾气强，不肯承容我。现在你高山上后头嘟噜堆出来，最大呢有样不比英国国黑一声。我倒是说，原来是婢女有样，与那婢女2个字偷得上的隐隐传来。啊，懂有样哪会不懂？分明见我晓得自家的身份。本来你是东家，我是西家，看见之内，我应当打你磕头请安。但是那个人为老不正，所以我也用不到对你客气。都是有样个张嘴巴不可娘人噶。是啊，小婢真是奉老太太的有样，隐隐着我阿对么阿对，别个我是夫人多娘的。听听快呀，李爷呀，拿我2块金子招把钱出来。有样是，到是何日？奉了老太太之命，到
自己才来桂花供奉神灵。我看你一女手杀，支支吾吾，分明非奸即盗。哼，搿句我分量重着，还是搿种人的闲话，难道讲得出口呀？卫兵老爷，小弟们老太太训教，从不做肮脏狗气之事。是我啊，还是我专门做搿种狗气肮脏之事咯？我有得厉害嘞！昨日告诉我那里门前事情不离回头，今朝得里面对面，还真好得里对对。有呀，是今年几岁了？一日俱岁，正当妙龄，夫人作法，因何不允啊？侍奉太君宗宅应景，婚姻两事不得怒心。内婚与嫁，理所应当，鸡鸣有养，后不甚伤。有日培养，逢日培旺，神机天堂不可两方。一切一笔，一轨一时，送了老夫急出身体呀！生死于民，富贵在天。身为下的身必失君，大人为良，尔当自容。今罪发罪，牛成哪种？神国于之内人容，夫妻东君大量呵护。若你让我一夜少年，心口死亡，哪个姓你？光明磊落，非天可表，我里那个为王明这是宝若定入家里，我不起你谁该去？不为妃女，不把lợi益，冰清玉洁，天时可知。哎呀，厉害呀！我有一言，他有一语，气得个枷锁呢哈，手里像个部梳子，拼命了让手。哎，看见他手柄浪向躺好一张白肉鸳鸯，这张肉鸳鸯出自大高地买得来啊，1,800银子的了。1,800银子，那种我都不晓得好买句话。今朝得好啪啪用上，四岁对头，叫死有养不去，我有养不来呀！小小有养，竟敢为傲于我，老夫定要你粉身碎骨，拉起来擦啦！有养口得清清爽爽，你来了威胁我喂！假使我不承容呢，我的和尚就搭个只冰牛油一样，也粉身碎骨。但现在有样不知落得来的勇气，气势大对浪把我来一只牛子，让爷请开。儿想怎样？牛子不压你，这不却是我胖，我誓死不容的。让我大老爷门前关家多少打下最难有样。不过你一时在讲，我一时欢喜。沙弟们这张面孔那姑娘实在漂亮，眼睛的下巴嘴也像电影明星范冰冰啊！你晓得这样的，你要忘记他自家的身份证，大容量的，气碎了鸳鸯底波浪下。当真不允，当真公如不允，公主已让老太太宠爱，请开为傲于我。小婢不该。哪怕你我空在世，也难到我的手掌。哎，老爷，要记下区别明文与规，请老爷死那种判。是不是家属是个亲骨头？不能一抬么细脚不对跟斗。看见到鸳鸯的背影，心里像个猴，嘎啦啦啦吊起来。怒吼冲天，心乱叫。仇恨
美女太娇小，她是依然我娘亲来宠爱，金把老儿姨闹回跑，不过三娘脾气更没更啊，我的欢喜个哟。这青衣皮花容貌娇滴滴的身儿去，硬要掉黑的老儿妇问其上。你们许昌光莫逍遥，待等我娘亲复银上定家儿生一龙老不能倒。好一匹烈马，老夫定要养父于你。有样也可以去摆在房厅了，可见赖太君收了那把牛想开个红木炕上了。平常有样的让赖太君门前顶顶能够克制自家，今朝么的随便哪克制不了子。你呀，顾不得两毛比为有年了，不巨大几浪心伤心，舍不得扑在老太君身上好到痛哭。呀，老太太，下笔，请我不忍了。各位老太君是顶顶福气的福气人，儿孙满堂荣华富贵。现在手里还呆呆讲讲，看见到鸳鸯哭子进来，你晓得讲？我关着你去采桂花，晓得quoi？啥人欺瞒你个？乃是我顶顶得从我窝头，个欺瞒乃是等于欺瞒我啊！鸳鸯是有何谁此伤心？虽人欺负于你，讲与老太太一听，是以老太太与你做主。我可以是那祖宗，讲一声那你唱。夫
得给他开心。昨天年纪大的人啊，顶顶欢喜听话谁呀？三娘了怕我磨皮，哟，你怕我磨皮么？用不到哭管。那么有呀，你有好谁此伤心呐？我舌头好一个真灵女子小有样，不谋用华富贵装。牛派青丝明心计，说女破死平虎狼。片段大致结束，请听我当精彩节目。